25年12月31號晚餐煮呢個番茄，加啲菇、蛋、有葱、飯、番茄切件，廚餘，啲菇啊切咗3粒都夠啦，加埋番茄都成碗，爆咗啲菇先，跟住先加番茄，最後先蛋。個火唔係好大，啲葱嗰啲蒜蓉就唔會跳。之前跳咁，唔係啊，而家都跳，少少跳，都係跳，所以快啲加番茄，一陣加啲水炆佢。OK， 發定蛋，廚餘，加咗水，味極湯。見啲菇好似唔好夠，又加咗2隻。再落多咗少少味極同埋黑椒粒，再加多咗次水、糖、鹽，差唔多啦，可以加蛋。就熄火啊！繼續煮，繼續再推多陣。落底加埋葱、爛番茄炒蘑菇炒蛋，唔係蘑菇，唔知咩菇。咁大碗飯，睇下又夠唔夠味？應該夠，落幾多調味料？